李东丁、后水狗、来菜哦，炸狗来。哎，你来讲第啥家？哎呀，首最南兴路上新开着一盘叫神仙面馆，今朝到南去尝尝。南兴路117订车方便。老板，你打有啥个展方面推荐一下呢？我打有北中神仙面，惠记在云南，预购正山镇，繁芳对春景，清理豆熟悉，蓬莱海入味，现在我应送，节日水已尽，后天山西到。那么老板啊，你就来2碗惠记在云南。好个，百年满意。米来着，帮个业刚刚开张，上菜的速度蛮快。我总算晓得这个惠记在云南啊，算是松茸焖肉面，你到自家研发尝尝看啊。苏州人吃焖肉面，把拿个焖肉摆了面的底下熬个2分钟。上趟的成渝面馆吃的是松熏，这趟是松茸。是一个越过淡淡这个软糯的味道，看焖肉已经熟透了。神仙面馆最大的特色，就是连面的汤底侪是松的，接得点煎蛋侪可以。那个花是摘花，黄嘴味道特别浓，香。阿爸，搞师傅个神仙面了哈。零了。惠记在云南，面的煎蛋侪吃光，味道不错。下个礼拜要到外婆来尝尝。